河村技术学院、中州科大、台湾首府大学甲屏东华州工家，这4间私立学校，教育部昨通过法人解散案，开始结算财产。目前确定中州、台首大甲河村这3间的校产会交予中央甲地方政府来接收。河村技术学院、中州科大、台湾首府大学今年陆续来停办。屏东的华州公家伫咧退场条例上路进前停办已经3年，也无改办其他的教育文化事业。教育部退审会20日通过4间学校法人来解散，进入解散清算其他财产爱归公。其中中州科大包含薪水游玩欠差不多要3亿。内政部它就是用部分架构的方式，那它就是先架构了中州科大4栋的建筑物跟土地，那这一笔钱就可以让中州来清偿它的债务。那它清算完了以后，它的债务都解决了，那剩下的校产，就是剩余的这个财产就会捐给内政部。内政部以介绍来买，甲诚意来摕到中州的校产，即嘛是规划来做民防训练基地。台首大校地是甲台糖来税，地上物甲动产评估有14亿，台南市政府买1亿的地上物来还钱，其他财产嘛用管理，规划做环境的园区。核村是高雄市政府成价来评估了后的规划。全国私校工会指出，未来再利用的效果阁要看。有些学校是地处偏远，往往政府部门的思维跟实际的一个社会的需求往往都有落差啦，我是比较担心变成一个闲置的一个文字款。私校工会烦恼无好好活用，又搁变做放伫遐无人用，而且地方接手了后嘛爱整理，可能预算无够。教育部以台首大来做例，基本上会当马上使用，价值是超过付出的钱，认为台南市议会是真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